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3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风台过了，东北季风接续来，这2天天气较凉冷，拜六才会回温。后礼拜开始，东北季风又搁变强，上低温报到16度。获发现金1万块，还未登记的人，后礼拜一用 ATM 领，也是11月20开始去邮局领现金，办理的时阵会记得爱查证件。泰国甲 KK 诈骗园区的中国主谋谢志刚引导登去中国，这个时间点也引起政治性的讨论。先来关心的是，即马风台的警报已经解除，不过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这北部地区还是落大雨的。这2天这天气是加较凉冷，就要等到拜六才会来回温。若后礼拜开始，这东北季风又搁会变强，上低温是可能无到16度的，所以提醒民众出门就要加来注意。风台伫拜三暗时登陆了后，不偌久就减弱变做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讲，虽然风台警报已经解除，也毋过拜四台湾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汐止和台北的山区可能会下大水雨，也若各地卖落短暂的阵雨。而在明天到礼拜天这段时间，它的下雨会逐渐的趋缓下来，只有在迎风面的地方有一些比较零星或一些局部的降雨的雨势。那么到下周一的时候，因为再一波东北季风南下，东北季风刚南下的时候，它下雨情况比较明显，下雨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广一点的哦。气象署表示，拜五台湾要是吹东北季风，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卖落单山雨，其他的地区是侪云到好天。因若拜六开始，东北季风减弱，虽然温度回升，也毋过早暗也是较凉冷。北部、华东地区和恒春半岛，卖有短暂的雨势。今天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3，昨天有29到30，所以这波的降温来到6到7度，感受是比较明显偏凉的。下波冷空气的低温呢，预估可能在周2到周3的时候是比较凉的时候，来到16到18度左右而已。气象署提醒，拜一东北季风会搁再变强，一直到拜三，各地气温来到16度，更外地区甚至会搁较低。提醒民众出门都要加套衫，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我来看这回这风台甲东北季风的强伴效应，后这宜兰所二带开始3200户拢淹水，也因为当地即马又搁开始咧落雨啊。居民是烦恼讲这路林的粪扫呢会来阻挡下水，所以即马县政府甲国军已经投入救灾甲清运，要帮助居民重建家园。居民持续摒扫家园，国军嘛投入救灾。不过宜兰所二的车路也是有真侪粪扫爱清，因为早起搁咧落雨。相爱路有灾民烦恼讲，排水沟的水位也是真悬，车路的粪扫若唔赶紧清理，排水沟若塌掉的会有日厝的灾害。我们上游这个东西清掉，不然会有2次灾害。本来要骑摩托车载，结果昨天看到很多人摔倒，算了就麻烦多人载这样。宜兰县已经恢复上班上课，不过因为真侪车拢浸水，灾民敢来当请亲戚朋友塞车载囡仔去上课。或者是学校的老师来载，迄若代替苏澳新站到苏澳这段，嘛因为淹水未通，经过抢修已经恢复。国军嘛利用铁路投入救灾。国军来甲灾民斗3工，甲浸水的家具搬出来外口。镇公所为着避免大水雨搁造成灾害，赶紧做沙包来整备。相关清洁的车嘛伫咧灾区斗拼。不过公所讲，即马叫把车甲山鸟等等的机具无够，也是有需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呼吁，如果有这个抓斗车的这个民间的业者可以来协助。苏澳永春里有居民门口拢是落挂煤，厝内无道清，敢来等公所来斗3工。有大卖场的头家讲，损失有到上千万，希望莫阁淹水啊。就希望不要再有下一次就好了，不要再。对，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也是小本生意，哪有那么多钱可以赔？经济部上个月就已经确认的，那么全案在院长昨天宣布之后正式核定。地方争取苏澳溪分洪道欠21亿的经费，行政院向质疑讲有去签到。行政院长杜永泰昨宣布会纳入4年1000亿改善县市河川工程的计划。政委陈金平表示，经济部顶个月就已经决定经费全部的补助，院长昨宣布正式核定。中央会要求水利署第1河川分署赶紧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花莲落大雨，林保署也来出动无人机去翕这马太安溪崩沙湖的状况。结果所发现讲，这16点的，搁头前300公尺的所在是新加一大崩沙湖，目前是依次红色的警戒。原来林保署也来通知这河床施工的东溪区基层铁力、水尾、光复、万盈，也有凤林乡镇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
绑来过头份夜行杯马大人街源头13透早发生崩塌，林保署用无人机空中翕到，发现一楼口下骹又有新的崩山湖，持续维持红色警戒。水尾的万盈、凤林、光复乡警戒范围内民众也是爱配合贴地。它刚好在那个我们923原本淹塞湖的位置跟10月21淹塞湖的位置的中间。好，这中间这个地方大概就是旧淹塞湖坝顶的下方，大概300公尺左右。还是建请就是地方政府维持红色警戒。可以看到这个货柜就直接卡在民宅上面。这个民立村的低洼区域呢，淤泥还是淤积的很高。虽然这个水势看起来有变小，不过现在仍维持管制的状态。请村民禁止进入灾区。原警哪骑车哪公布宣导村民唔通入去灾区，因为出现新的崩山湖，万影响明利村的部落青年协助管制交通，都连原先等地抢通主要另外道路，花45线工作嘛暂时停落来。看病啊，像那个有慢性疾病的啊，不方便的，像我没有车子啊，我这一个电摩，我怎么爬上去？当然是人身安全优先。我们现在在抢通的是那个花45主要一样都一样，都一样都停止。顶一届大灾区的光复乡，这届无传出严重灾情，不过中央也未解除红色警戒。不过花莲县政府却宣布光复乡13爱上班上课，引起不少民怨。现在都是很麻烦，要出门也不是，不出门也不是啊。根本没办法上班，你现在路怎么可以能做事吗？红色警戒完全都没有撤离，早上又新的这个堰塞湖那个停班停课的事情，就大家又觉得非常的无奈。到10月22解除这个红色警戒。但是在10月14恢复上班上课，其实这也是红色警戒，所以在这一次在今天的部分，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是不是应该要组成堰塞湖的专案小组。市认为更加包含中央等乡镇应该做伙对安置这相关作业办法，做出更加详细指引，让在地居民知影标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民生的消息要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的是，这普发现金1万块，伫个11月初10之前有完成网络登记的，即马已经有人领到啊。要未登记的民众呢，是会当伫后礼拜一用 ATM 来领，也是讲等到11月20日开始去邮局来领现金。伫咧办理的时阵，就要会记得爱查证件。政府普发了1万块现金，伫11月初10之前完成网络登记的，即马已经有人领到啊。然后对11月17开始，银行和邮局的 ATM 嘛通领。也11月20日开始嘛开放邮局柜台领现金，为着要缩短民众的等待时间，开放邮局领现金的头1礼拜，会做身份证尾数分流，拜1、拜3和拜5是卡数通领，拜2、拜4和拜6是双数通领。也毋过65岁以上的时代和身心障碍者，唔免分流，会当直接到优先服务柜台领。那分流是怎么样做呢？就是身份证字号或者居留证的字号的最后一码，135是单号，星期135是单号，246是双号。大概在首周的时候，我们会实行这样的一个分流。中华邮政嘛提醒讲，若是要用 ATM 领现金的民众，就要会记得查健保卡、身份证和金融卡。另外，若是要伫邮局柜台领现金的民众，嘛是就要查健保卡、身份证。要若是要甲出来人领，嘛是会当，不过证件嘛就要查好照。如果是他人代理，就是来领的人必须带，除了要领的这个健保卡以外，临柜的人要带身份证明文件。临柜的人来领的那个人，他的身份证尾码。中华邮政表示，为着要配合普发现金1万块的政策，要特别做限量的红包录啊，提供予柜台领现金的民众做纪念。嘛，呼吁民众普发现金的相关资讯，就以在政府官方网站公告为主。若拄到奇怪的信息和电话，会当靠165反诈骗专线。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这普发现金1万块，有民众呢是想要来领现金的，不过煞互诈骗集团甲拐去。高雄刑台即马已经查到2件，这诈骗集团呢用普发现金来骗钱的案件。这嫌犯是利用交朋友的软体，也有检警的身份，甲人拐卡片，有受害者是损失上百万。请输入密码。甲金融卡插入去 ATM 准备领钱，对17开始，民众会当直接提卡去 ATM 领中央普发的现金1万；20开始，嘛会当去邮局柜台领现金。这摆中央普发现金的方式分做5种，其中有1046万人选择登记入销，不过也有民众选择家己提卡去领。你是选择怎么领？就 ATM 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临柜领比较安全。
为什么会比较安全？怕被诈骗是不是？对，那个网络不敢乱点。有人选择登记入校，方便就好；有人是惊防骗，提卡家己领较安心。高雄刑警大队这阵仔就查到诈骗集团，利用政府当日破发现金、上空上芳来拐钱。一件是透过网络交朋友得到信任了后，就爱人摕金融卡，讲要摕钱领一班，最后钱无领到，口座嘛互偷用。另外一件是用假检警的名义来拐人，民众损失超过100万。这2起案件均是以普发现金为借口，再以假交友、假检警的方式诈骗被害人。那警方均立即动用大批的警力，在报案之后2天内，分别在桃园市、台北市缉获犯嫌到案，亦持续溯源共犯中。警方提醒，政府绝对袂用电话、电子批，也是手机假信息去甲民众讨银行口座，嘛袂敲电话叫人去 ATM 做任何操作。民众若是碰到可疑的人甲电话，拢会使先卡165去查证，唔通戆戆啊互怪去。记者郭家如、柯兆勇、高雄场报道。好，这诈骗集团的出头有影是真侪，除了是摕这破发现金来拐人以外，因嘛来招人做代工，甲一群人呢加入起赖的好朋友，才阁叫人来投资。今嘛警方呢是查到10个被害者，损失已经超过500万啊。法院认定2个嫌犯是涉犯伪造文书甲诈欺等罪嫌，甲判7档的有期徒刑。阮经野情冲入去台中东区这个透天厝，甲死亡的嫌犯压制。原警搜查发现有真侪支手机也甲相关假报的公文，另外还有虚拟货币交易记录，也伫分林区替另外一个姓黄的嫌犯到案。警方查出2个嫌犯先伫真侪社群网站打顶求代工，机加订单处理人员，互想要找头路的被害人加入指定的 LINE 账号。嫌犯除了指导成员操作假代工的网站，佮要求加入假代工群组，所来都会要求被害人加入假的投资群组，再以假投资名义诱拐被害人买虚拟货币，佮转入去诈团虚拟钱包啊。被害人发现无法度领钱出来，才知影去互人骗去。谎称只需加入代工赖群组，听从群组内总监及助理等人指示，操作假代工平台，即可轻松赚取工资。警方调查，集团为去年9月开始运作，1个月就有10位被害人，互人骗去的金额超过500万。嫌犯除了假金管会公文、假合法投资，搁伫社群网站打几大塔钱，被害人煞叫生气，落入投资诈骗陷阱。台中检方去年提起公诉。今年2个主嫌一审互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因该2嫌涉犯刑法、伪造文书、诈欺危害防治危害条例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判处2嫌各7年有期徒刑。警方也是持续追查是毋是有共犯，嘛提醒民众社群加入投资群组，也是讲会当轻松工作赚钱，安尼有可能就是诈骗，民众爱提高警觉。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个开12亿登起的新竹棒球场呢，后来说因为这球场互选手受伤，所以到今呢已经超过3档的时间拢无开放啊。后手阁传出这厂商无收到尾款，告去到法院。这法院是来判决要求总包商爱付737万的工程费予人。新竹棒球场整机也未收煞，会由厂商工程做煞，却无收到尾款，搁去法院。桃园法院判决指出，是因为新竹市府去挖棒球场破坏现场，无法度验收，厂商无法度入去做改善工程，所以判总包商也是爱付737万的工程款，互会由厂商。消息一个出来，引起议员出面批评市府。那让法官认证破坏新竹市棒球场现况，让包商无法进场验收的元凶，竟然是新竹市政府。那一场荒唐的政治恶搞秀，毁灭了球迷看球赛的心情。林志坚市府这个球场未验收就开打，甚至在排水测试的时候说问题不大，导致法院无法认定施工有瑕疵。那另外呢，高雄安市府在没有保全证据的情况之下私自开挖我认为前朝跟现任市府都该负责。不过，新竹市府强调，总包商用1年的时间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市府是等保全证据解除了才开始去挖，也强调这官司是包商甲包商之间的争议，甲市府无直接关联。桃园地方法院所出炉的判决，基本上是一个包商之间的民事纠纷。那因为这个判决书里面部分的资讯来错误引导
恶意的曲解我们市政府目力从公的公务人员在刻意拖延棒球场的改善工程。棒球场纷纷扰扰这么多年，我们希望在最后的阶段，我们可以回归专业的判断、安全的这个原则来去做相关的推进。市府解说讲，棒球场进度会去前着，主要就是因为包商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期间市府是无办法进行相关改善工程。今年9月已经开始进行改善工程，目前是按算会伫明年7月进行重新启用。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昨下晡的时阵，有民众伫垦丁南湾的沙坡去看到一只回落，互狗仔夹着，伤拍伫这沙坡咧哮喘。垦管处呢是一直到暗时10点，才总算把这回落甲救起来。也毋过今仔日早起的时阵，这只回落却因为着青颈不幸死亡。一只回落拍伫沙坡咧哮喘，因为4块位啊有人甲注意到，伊想要过比较远的，结果行无2步。实在是惊无法啦，只好搁拍落。12下晡受到风台影响，南台湾风雨一阵一阵。伫恒春南湾的沙坡，有民众看到这只回落，敢若后脚互流浪狗夹着，一路走对海边啊。附近的民众甲狗仔赶走了后，想要协助回落救岸，搁烦恼甲鹿仔拍青颈，一直到暗时10点左右，保育人员才有法度挖进回落。垦管处和海巡人员合作，把回落搬到货车顶悬，要载回落转去垦管处处理空脆。不幸的是，垦管处13早起发现，这只回落已经死去啊！因为鹿仔类的动物会足够着青颈，产生颈壁的情形，打响了后，最后历尽死亡。这只南湾翕到的回落嘛是同款。本注与海巡也将该路枝顺利的将梅花鹿带回我们本处的一个富裕区。不过因为今天早上发现鹿只已经死亡了，那初步判断鹿科因为容易受到紧绷，而且那个鹿只也因为这过程有受伤导致死亡。垦管处表示，这只回落确实有互狗仔夹着受伤，不过主要死亡的原因是惊到。屏东垦丁去年7月特别发生回落互流浪狗虐，撞去海边受水的事件，代表恒春山区有流浪狗仔的问题。垦管处讲会配合农业部的政策，宣导恒春的居民加注意流浪狗的状况。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另外，伫台南玉这山电里这段呢，有农民是反映讲，因的果子园是常在出现这山猪，一寡博仔也是讲经济呢，拢互家家等，上无有10个园区拢有受害。而且这阵仔呢，这山猪是安尼规样规栋安尼落山落去找食，是真歹应付的。即卖农业局已经请人去甲看，嘛呼吁农民会当设电网来加强防护。农地内底出现卡野，斟酌甲看，这卡形头前有较尖，佮另外有圆角形。农民研判是山猪留落来的。但用这山电里的果园最近传出有山猪走入去偷食甲迫害，有10个园区有这款状况。受害包括芭乐、金蕉等要采收的物件，园区内规个芭乐落甲规世界。农民讲，若山猪食袂到，得规站甲弄派，地处现场乱吵吵，互农民真无奈。芭乐啊，若山猪，金蕉嘛有呢。像迄金蕉种伫遐吼，伊就规个拢甲伊打落来，甲伊夹到喙吼，落落来安尼啊。伊个芭乐虽然包足济，毋过山猪嘛食足济，一个拢食300外斤，毋是安尼尔，还佫有咧，一群讲拢规家伙啊6、7只。这个状况恁遮要哪防范啊？我无法度啊，只要有网啊就围网啊，若有铁片就围铁片啊。经过农业局调查，当地山区果园2冬来，山猪有出现6届，北河南西南华顶所在嘛捌出现过。那今年年初，玉水传出有7只山猪结冤结党，敢有甲这届同款，也该调查。为了防止这款情形，林业甲自然保育署提供电规班补助，协助农民阻挡野猪入来。农业局嘛呼吁农民踊跃申请设置防护设施，减少损失。反映农业局协助提出一些相关办法，另外也请我们在地的农民为了注意本身的安全。那个山猪哈，那我们猎人到现场的时候就不见了，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诱捕笼哈，那如果民众有看到山猪的踪迹的话，可以来通报我。公所指出，已经派人去受损的果园勘查，嘛通报市府，因推测可能是高山欠缺食米，野猪才会落山走找。提醒果农伫偏远的地区做事的，通爱注意自身的安全，希望透过政府甲农民的合作，强化防护甲通报机制，守护农民辛苦种植的成果。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国际消息来看，这泰国甲 KK 诈骗园区的主谋，也就是来自中国的嫌犯谢帝刚，甲正式交予执法人员，甲押登去到中国。这谢帝刚有可能会互人家判死刑。其实这个谢帝刚呢，伊是牵涉着非法跋筊、诈骗，也有人口买卖等等的犯罪。即个泰国甲人引渡登去到中国，也来引起政治性的讨论。 泰国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有真侪武装警察伫戒备。中国籍当时由柬埔寨考察的谢帝刚被押往警局办理引渡的程序，伊互人认为是亚太新城案，也有缅甸 KK 园区诈骗基地核心主谋之一。之前伫咧东南亚建立超过239个非法的保育平台，诈骗几60亿美金，也涉及人口诱骗加拘禁。Xie Zhijiang is a suspect for his alleged involvement in Asia Pacific New City fraud case.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between the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judicial department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Xie Zhijiang is about to extradite to China to face legal trial. 谢帝刚1980年伫湖南孝东一个农村出世，成长伫咧桂林。中国警方2012年甲伊通缉，伊就改名做谢伦凯，继续伫东南亚活动。2017年，伊摕到柬埔寨国籍，改名改做谢伦凯，伫泰国边境建造最高国亚太新城经济特区，也就是 KK 园区的前身。国际刑警2021年5月，甲伊发红色通缉令。泰国警方依照中国方面的请求，甲人抓起来。泰国法院审理了，裁定引渡。 这几年，KK 园区互人讲是台湾、马来西亚越南受害者上罪犯罪据点之一。ที่เราทางการจีนเนี่ยเขาได้ขอตัวบุคคลผู้ต้องหารายนี้นะครับ ซึ่งถือว่า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สูงสุด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นะครับ ซึ่งเขาก็ขอ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เรามานะครับ ทางการไทยก็ได้ให้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ะครับสำนักงานตำรวจแห่งชาติได้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จับกุมควบคุมนะครับ แล้วก็จนถึงวันนี้เนี่ย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ส่งผู้ต้องหาไปดำเนินคดีที่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ได้谢帝刚2002年伫咧泰国被抓了，几多遍提上诉，想要阻止引渡，因为伊知影若登去中国一定判死刑。不过泰国法院伫即礼拜上白来驳回，因为引渡的时间拄好是泰王瓦吉拉隆功按算要访问北京的前一天，所以互人质疑安尼始做是要互中国欢喜。 中泰官方虽然否认政治操作，不过泰国这几年积极清查境内诈骗园区，希望改善治安的形象，也重建甲中国的执法合作。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再来看，这乌克兰即马是当咧战争，也毋过呢，这国内的政府高层煞标出贪污的歹代，这是总统泽伦斯基伊的下骹手人有牵涉着1亿美金的能源部门的贪污案。即马包括着能源部长，也有司法部长，拢已经请示落台。因为这件事件也互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这进度受到真大的打击。 乌克兰司法部长加卢申科加能源部长格林丘克已经请示，各向国会递交免职申请。这是乌克兰国家涉贪局查查指控能源部门大规模贪腐了后的最新发展。涉贪局当时指控总统泽伦斯基的亲信，影片这片人民迪奇牵涉到一件金额1亿美金、差不多31台票的能源部门贪腐计划，其中国家核能营运商国家核能公司嘛牵涉在内。Антикорупціонерів я підтримую. Ми підтримуємо. І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чітка та однакова для всіх позиція. Жодних схем. 根据指控内容，明迪奇透过加卢申科协助控制乌克兰天然气甲能源部门的资金流动。加卢申科甲其他部长官员收受负责建造用来防御罗西亚攻击能源设施工程的承包商的乌色钱。明迪奇甲泽伦斯基关系真好，捌合作创立媒体制作公司。Ніби показує, що він проти всього поганого. Ційні скандали у нас вже продовжуються немалий час. І важливо не просто, мабуть, щось схоже на обурення. Бо йде війна, а у нас виходить, що у нас внутрішні вороги. 今年7月，乌克兰全国爆发抗议，反对下入乌克兰国家反贪局加涉贪专职检察署独立性的法案，烦恼乌克兰可能会因为安尼失去欧盟候选国的资格。支付的欧洲友盘加7大工业国 G7 大赛，嘛拢表达正关心。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另外来看，这罗西亚的总统普京，伊进前去参加这活动的时阵，互人家翕到伊的正手，这手盘哪像是正起来，而且青筋搁在噗噗看现，互外界质疑伊的健康有可能出现状况。
徛伫海报头前，俄罗斯总统普廷规面严肃，亲像当咧听人报告。美国媒体《纽约邮报》伫当地7日报道，普廷顶日出席一场篮球活动的时，因为表情无自然，刚好翕到正手戴拳头帽，手盘有奇怪整起来，正被严重碰起来状况，搁一摆引起外界质疑伊的健康状况。这毋是普廷正手头一摆发生状况，过去伫军事访问的时，手道北方翕到出现黑斑，抑搁有真侪注意清白的分裂，也有一摆方翕到正手有淡薄仔咧错，互外界质疑，伊得到帕金森氏症。也毋过20日伫克里姆林宫会见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的时，正手看起来搁一切正常。另外，俄乌战争方面，乌东战线一直坚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伊搁一摆亲自到3年前为陆军手中受俘的赫尔松慰问前线士兵甲救援人员。Сьогодні в Херсоні вже 3-я річниця звільнення міста від росіян. Окупанти втекли звідси. Ми пам'ятаємо, як сміливість наших людей зробила це, як українські прапори повернулись у місто. 俄乌交战的东部前线城市普克罗夫斯克，因为乌克兰欠士兵加上陆军精派军力，毋但使用无人机甲火炮做稳定攻击，也派遣地面部队打击乌军的补给线，互乌克兰前线士兵陷入苦战。乌军表示，有大约300名的陆军利用农务做掩护，骑奥多拜，甚至利用破损的汽车甲货车进入普克罗夫斯克，继续推进控制城市的范围。伫另外一座重要城市库皮亚斯克郊区，也不时传出双方士兵激烈交战。为着限制言论，罗西亚一名18岁的基路家人罗吉诺娃顶日因为伫圣彼得堡街路，甲集团同齐翻唱批评克里姆林宫的歌曲，10月15号当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判入监13日。疑犯了后，才自由无到几点钟，搁互当局用轻微自私行为罪名，搁判入监13日。这个我1个月了后，11搁传出伊第3摆，互法院判决延长监禁13日，理由是违反公共秩序。俄国政府强调，伫甲西方的第二阵战争中，俄国社会爱保持上大程度的团结。人权团体批评罗西亚伫战时的审查制度太过严格。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10当前的法国巴黎恐怖攻击事件呢，有超过130个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今年这总统马克宏想要去参加纪念仪式，也那观光地点埃菲尔铁塔，即马嘛有设定会甲罹难者致意。暗时天气凉凉啊，埃菲尔铁塔点到法国国旗30个灯光，纪念2015年11月13发生的巴黎恐怖攻击事件。迄暗伫巴黎加附近几个所在轮流发生爆炸、枪击加自杀炸弹攻击。A year and a lot of medicine to overcome, I would say, the most critical phases of PTSD. I remember distinctly seeing the flame out of the barrel of the gun. I remember being on the ground, and then I saw the face of that girl looking at the terrorist who is still standing and who seems unable to move, and people grabbing her and taking her on the floor.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讲代志是因做的，是为报复法国伫咧叙利亚甲伊拉克对因组织的军事行动。迄暗9点20左右，巴黎北边的圣丹尼瓦法兰西体育场外口，第一件自杀炸弹伫立场管制区爆炸。5分钟了，伫巴黎第19区的豪华咖啡馆加酒吧，庆祝热情太人。过10分钟，第11区的豪华咖啡厅，一个9点40分，巴塔克兰球场，9点53分，体育场外口发生自杀炸弹爆炸，超过13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是二次大战了史上规模上大的恐怖攻击。I would say the hardest part is November the 14th, when you have to get back to normal life somehow, and the grief is still here. 亚瑟是非营利受害者协会为巴黎而生的主席。恐怖攻击已经过10年啊，真侪活来人到即马，抑阁无法度袂记迄下的压力甲情绪，因互相斗相共，勇敢的活来。13巴黎市政厅边啊正式落成的纪念花园，会办纪念活动。花园的入口有种一丛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总统马克宏、幸存者抑阁罹难者的家属拢会参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中国即马是话要掠咱的民进党立委辛碧荣，总统热情就是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就爱徛出来声援。也毋过韩国瑜呢是要求总统爱先废除这敌营的台独党工，另外也莫阁讲这中国是境外敌对的势力。也那辛碧荣伊是表示讲，袂因为中国的恐吓就救起来，嘛去参加德国国会的听证会。
作为勇敢的台湾人，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样而退缩。伫德国国会头前，家己录影片，新兵友讲袂因为中国要甲抓就退缩。参加德国联邦议会独裁国家假资讯对民主甲人权的威胁听证会亲自作证。They also warned me just few days ago and say that I could face a global arrest if I travel abroad. And yet I'm here, I'm sitting here in Germany, and speak for my study, to speak for my country, to speak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民进党立委新朋友和对方立案侦查，并且威胁要进行全球逮捕。总统赖清德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爱出声来援助。从赖清德总统点这个名，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真的是自己生病让别人吃药。和总统点名爱站出来捍卫国会尊严。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自出来回应讲，会保护每一位立委的权益。因我也希望赖总统应该先废除台独党纲，一个撤回把对方当作境外敌对势力。台湾安全最重要的4只脚：保护中华民国，保护民主自由，维护美台关系，维护两岸和平。赖总统跟民进党打断了3只脚，不要再搞恶意的政治斗争，保护好台湾的民主自由。两岸在9·2共识的基础之下，中华民国宪法规范之下，展开和平交流、和平对话。对韩国瑜的回应，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希望唔当加破坏和平的加害人徛做伙，造成错假的国际信息。国民党立委柯有真实建议，归期由韩院长带头成立两华事务营养对策小组，负责两华对话的责任。那既然行政体系没有办法，赖清德总统觉得他没办法做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成立一个立法院两岸事务因应对策小组，来去因应这相关的事宜呢？我们尊重贵院的决定。副院长江启臣讲，民国89年北国两华事务营养小组作业要点，不过迄当阵并无运作，这嘛需要跨党派共识，去函和院长就会调集各党团协商，展现国会团结。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在国防部的统计，咱国军的兵宪比受被挖8成左右，其中在志愿役的是占76%，做一档义务役的是占2.3%。预计到年底的时阵，这兵宪比是会当来到80%。另外，咱的国军伫宜兰救灾的过程当中呢，有去告歹到民众的车辆，国立表示讲会依法提出补偿。这边航太来宜兰做大水，不过国军的 AA-V7 两车突击车伫咧救灾时阵，无顺利甲2台民众的车底歹去。行政院长杜英泰勘灾时阵讲，伊甲国防部长郭立雄一个人陪一台，调亚立委讲感谢部长。部长那个赔车子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院长的意思应该是很清楚，就是说。不要让这个旧代的官兵，官兵不要负担了，这好。那院长赔1台，部长赔1台，哈，这个我觉得是好的发展，好，恭喜啊！郭立雄讲会依照法令做适当的补赔偿，维护官兵承担责任。除了体谅基层的辛苦，也讲到国军兵宪比无够的问题。根据国防部报告，全军兵宪比79.2%，其中志愿役76.9%，一年级的义务役2.3%。有认为这个拿照美军的标准是资源不够。其实我们不到80%，其实是落在他们的标准的 C3。这一个评估当然是因为以战时，那我们战时的时候就会要实行编实跟扩编动员，特别是常备部队，我们就要到达满编的状态来去进行这个战时的这个任务的遂行。今年的3月76.9%的提升2.3%，这个数字是不是有些错误的引导？之前采取人性化的管理、留营等等所有的措施之后，今年从1月1号到现在，志愿役人力成长了2325，到年底还有1000余员可以进来，我们审慎乐观的评估。除了增加兵力，在国防预算方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不公开反对，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5%。12 AIT 台北处长郭立言就甲郑丽文见面。外界认为是要关心郑丽文对增加国防预算的态度，并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只是让这个航空预算的增加看起来就是一个数字，都是基于敌情的威胁程度，基于的防卫作战能力的这个需要。郭立雄希望部分调野拢会当全力支持，慢慢适度增加国防预算，才当结合友邦国家，用实力得到和平。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宪法法庭大法官的提名呢，2届拢无通过，即马已经292天拢无咧运作。人权团体是来呼吁大法官应该就要启动自我防卫，来守护性别人权。你也不能够主张这个配偶的剩余财产分配等等的，那你也不可能用未亡人的身份在法律上就是被视为对方的另一半。很明显就是我们的同婚专法没有真正的校正回归，去补偿过去违宪的这一个侵害。或者性别人权团体呢是强调讲，同婚法制化进程呢有已经长期共同生活的，伫实现过了呢，等待立法这段期间，这权益有受到损害，也有这性侵的受害者呢失去诉讼的机会，所以呼吁宪法法庭应该要启动自我防卫的机制，继续运作，守护性别人权。有立委咧关注这好价产的现象，讲这一般人薪水呢平均是47751块，不过煞有70%的劳工其实拢领无到这个薪水。财政部长曾翠云是表示讲，会合理来调整改善分配。受到 AI 产业事件加全球供应链重组，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规年有希望突破5%，也毋过经济主计总处近日公布的今年1到9月的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数是47751块，也毋过煞有70%的劳工拢领无到这个薪水，有立委关注，要安怎缩小继续扩大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缓和，甚至于还持续的恶化。我们对于高所得、高资产者，有关在税制的部分去做合理的一个增加负担，税制的部分就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一个租税负担。财政部长曾翠云表示，会透过建立合理税制，实施房屋税差别税率2.0%，加合理调整综所税免税约定措施，改善所得分配。同时，延长大宗物资调降措施，降继续制作军负担。有立委指出，有关中低收加低收家庭，政府虽然继续照顾，也毋过有高产者户数有有250万人，都惊有不少金数，继续低收家庭领补助，呼吁卫福部爱加强查核，实际去了解、去调查。有没有假低收的？我们在地方的社会局还有公所那边，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都有那个所谓的资产调查。因为央行后个月就要开立监事会议，第7波信用管制监视的绑定，加监视会阁推出第8波。央行副总裁兼总裁回应，爱等后摆理事会开会检讨了后决定，目前也无定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校园的公费流感疫苗用过呢，拢是10月开始做。有家长是表示讲，学校呢伫前1天再来通知这疫苗的牌子，互人是未予反应。也来卫福部长赵宗良伊是回应讲，其实这疫苗呢拢是疾管署建议的，所以无需要特别坚持是倒一个品牌。校园公费流感疫苗10月开始做，今年流感提早进入流行期，疾管署证实做疫苗的人也是6年来上济，各级学校也当咧做流感疫苗。也毋过，面来接到家长反映，做流感疫苗前1个月家长都爱签同意书，也毋过爱到做下进前才知影学校的手牌，未予评估也无选到。如果你太慢告知，那家长会来不及反应，那可能打了有什么状况出现的时候，真的会措手不及。民间团体表示，因为过去学生做疫苗过敏情形，确实定接到反映，希望会当提前知影品牌。医科医师指出，目前公费流感有5种品牌，也讲家长较爱进口品牌。流感疫苗分为鸡卵培养加细胞培养2种，拢有全球一致性加控管性同款，除非捌验到过敏才爱注意。除非是对鸡蛋有严重过敏，吃了会休克，这种情况呢，通常它需要打细胞型的流感疫苗，不太需要一定要去这个坚持是哪一类的疫苗啊。当然，如果过去呢打某种疫苗曾经发生过这个不良反应啊，那么可以在这个施打的时候，那么告诉我们医护人员，那么就另外再去择期。另外，健保再无面临挑战，金管会主委潘金良指出，上报保健保方式，赵宗良讲，过去健保署也捌委托国务院进行论坛，讨论上报保健保议题，会继续研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咱看这阵啊，是因为这非洲伫这政府禁止用喷来饲猪，所以为着要减少污染，也有响应这粪扫减量的政策，中华园林是来编预算，按算上济要来补助5000块，互民众买油喷的处理机。补助案若准通过，安尼上紧明年初就会当开放申请。 民众家厝内食剩的物件摕来清洁对待，中华园林逐个月大概收到265吨的喷。即阵因为非洲地质暂时送去溪州焚化炉烧，为着减少粪扫量，中华园林市就按算编预算，要来补助民众买油喷处理机。安尼好啊，安尼好过用肥免买啊，菜啊，免买遐济啊。食剩无随处理掉，放久嘛是有味啦。 若是有迄厨余机，会使随家处理你的，比较不会占空间，啊嘛较袂臭。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国内一日产生的喷大约有2000多吨，其中有超过60%拢是煮过了后提去饲猪。即阵因为非洲地质，政府禁止用喷饲猪。中华园林市公所表示，为着解决民众油喷的处理问题，响应政府粪扫减量的政策，公所甲市代会有共识，要来试办油喷处理机的补助计划。那厨余机因为是可以针对说征收厨余都去做一些 去化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园林其实也是在推广智慧城市哈，希望说有做不一样的一个去化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明年有做那个预算的编列就是由民众来提出申请，然后来做厨余机经费上面的一个补助这样。 园林市公所表示，初步的补助计划按算成150万的经费，一户会当补助一台油喷处理机，补助金额是40%，上济补助5000块。但是详细补助方案，阁要等市代会审议通过才确定，上紧会当伫明年初启动补助计划。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 南投县的天空步道呢，永过是这县内真重要的观光特色，也毋过呢，真紧就无遐热啦。佮加上这天灾造成损害，所以部分的景点是拢爬远去，互人批评是开大钱来起一个粪扫。县政府表示讲，目前受咧清点，部分建筑会拆掉，也是修复。 南投县有真侪开大钱起的观光吊桥步道，亲像第三天梯、信义琉璃光之桥等等。 其中中寮龙凤水墙空中步道，那条过后画关起来，画已经拍远，有民众认为无使用，不如拆掉，互山林恢复自然。也有人认为步道拆掉伤可惜。嘛是甲伊搁起较好的画的时阵，就会使互别所在人拢知影，阮遮搁有啥物物件。 真的规划评估以后觉得不适合，那拆掉我也觉得没有关系。那就是未来要新建的一些新的建案、新的一些公共景点，那就要做一个长远的规划。有学者指出，即马观光趋势是开始重视自然景观，开发愈少愈好，也流行采用生态工法，用这山林原本的面貌。也强调南投即马需要提升交通方便性，毋是直直去人工景点。 南投更加需要的是提升交通的便利性，另外增加客运的运输 ，U-Bike 啦、iRent 啦嘛是应该爱赶紧来增加。南投县政府表示，第三天梯因为灾后修复，明年3月会开放。琉璃光之桥已经修理好势，按照年底交予当地协会管理。中寮空中步道会由向公所找医生贴图。 县府也有推出7大轴线的旅游哈，那当然也会把这个信义的琉璃光啊、竹山天梯这一些都会纳在这个7大旅游轴线里面。南投县政府强调，会继续清点观光设施安全性，协助乡镇公所征收甲转型，也辅导串联周边景点规划小旅行，发展深度旅游，打造永续的观光模式。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 来看这个艺术家牛润宏，伊做公共艺术有26档的时间啊，伊是真够用这金属来结合着动力等等来打造这互动式的装置。后来调研了后，这牛润宏是开始改画图，希望甲民众来分享伊对生命甲艺术的体会，这嘛互伊摕到第44届53连奖的肯定。 行入很久大门，一只用金属打造的家，等咧迎接你。边仔叫大型的公共艺术，拢是艺术家牛润宏的作品。伊运用机械动力、透风甲透过人的手来互作品震动，甲观众之间产生游戏关系。
规空间哪像一个活动式游乐场。这几档伊的创作对反应、反射、反应延伸到转进轮。上面它的象征有一点比较接近植物性，下面这个东西就比较有一点动物性。农家主题牛轮红创作强调，就要有流动叮当的视觉，伊甲接机的概念带入去作品结构，起头爱先做布瓦去分解，透过白领具来甲元素连接做伙。为着要维持作品的运作叮当，伊甲团队每一部过程拢经过电脑的运算，佮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做旁金。其实创作最主要就是咧解决自我的问题啦，就是讲伊随时拢对自我有真大的助力、真大的帮助。安尼，这个创作本身就是甲你的生活、甲你的生命结合在做一伙。今年68岁牛润红，1977年对东方工专美工科出业，2002年摕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硕士学位，40岁投入斯坦利做雕刻，做公共艺术创作高达26档。过去捌摕到台北美术奖高雄奖，今年嘛得到53连奖的奖项。其实伫6档前，伊捌得到大灯岩、棒棒卡布，艺术创作的路慢慢转向画图。画饼的时间，伊就无法度用电脑，我就甲关起来，所以伊就安尼画安尼画。我有感觉讲伊的图甲伊的立体吼，袂感觉讲无共伫迄个旋转嘛吼，观念上足接近的。讲到创作的变化，伊讲咧画图的时阵，头壳拢无黑白相，伊靠身体动作变化来带领伊表现艺术的模样。即阵伊甲目前咧做的作品用分形线手法，譬如像天顶的云共款，表示人生的变化，想要表现出来后观众感受。自你内心指引的是什么物件，你就自然甲留出来，安就是对了。这种主要是爱随你的感觉去执行啦。就歹去预测讲吼，伊是要创啊安尼。有时候吼想讲，伊敢若想要讲这，但是吼伊做的拢毋是迄。牛润红长期投入公共艺术创作，思考艺术要安怎参环境共生。70档来，伊豆豆啊转向去了解家己的内心。即摆伊用创作来实践生活的意义，要甲正向的能量传达给大家，分享伊对生命甲艺术的体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这碳排放后海水是愈来愈酸，当然这沙鱼的喙齿嘛安尼就去。若准无改善，安尼恐惊是会影响到这沙鱼的找食的行动，甚至是威胁到族群的生态。顶世纪70年代经典电影《大白鲨》片中食人大白鲨的大喙甲真来喙齿，是影迷心中惊吓来源的经典作品。虽然鲨鱼靠真来喙齿食食，是海中生态链上顶沿的王者，不过根据德国上新研究显示，一直变酸的海水会让鲨鱼的喙齿变脆，到尾啊可能会害会崩。源头就是咱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As humanity, we are bringing a lot of CO2 emissions in our atmosphere, and a lot of it goes to the sea in carbonic acid, and this makes the sea more acid. 鲨鱼的喙齿是由变定的磷酸盐组成的，不过在海洋持续变酸的环境，较会生歹去。研究指出，海洋变酸降低水中关键矿物质，像讲钙甲磷酸盐的使用，这对需要挖靠这矿物质来建造外壳甲骨骼的生物，像讲珊瑚甲贝类造成威胁。鲨鱼嘛挖靠这矿物质来进行喙齿的再生。鲨鱼的下颌大部分有真侪排喙齿，新发的喙齿会快速撒向前来代替失去的喙齿。The sharks can replace their teeth. This is one good news, but they have to produce new teeth, and this could be harder in more acidified water. And we also know that it sometimes take maybe months or years to use one teeth and to replace it. 目前海洋的平均酸碱值是8.1，不过一定到2300年会降到7.3。这个变化会使你水的酸度增加10倍。有一寡鲨鱼喘气喙爱开开，所以喙齿较会生歹去。总讲酸碱值有小可降低，也可能对鲨鱼这种喙齿换新速度较慢的物种带来严重的伤害。喙齿状况无好的鲨鱼也可能面临食食困难，影响鲨鱼的数量甲海洋食物链的稳定。The sharks are in a key role in marine ecosystems. If sharks are missing, we can see top-down effects on all other marine species, so they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coral reefs, for seaweed,
areas, and we need sharks for a healthy ocean, and we need a healthy ocean for a healthy planet and a healthy ecosphere. 鲨鱼的喙齿是为了吃挂肉类才发展出来的高效率武器，不是抵抗人类造成的气候暖化、致使海洋变酸的工具。佫较凸显，准讲是自然界上介来的武器，也有伊脆弱的所在。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下晡报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2度，中部地区是21度到26度，南部地区23度到28度，东部地区是21度到28度。那外岛地区19度到24度。以上就是这则下晡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